嚟！打完6個月嘅3支針之後真係超流，連終極武器拉拉食住都會喊。媽媽幫我量個體溫。OK， 冇燒㗎。然後爹哋好神奇一樣嘢，啱啱又餵奶又拍又搖咁又餵住咧，佢都喊得好犀利。但係佢就一直望住張 BB 床。爹哋已經有2、3個月咧，朝頭早冇瞓過 BB 床啊！但係佢居然今日係自動申請翻 BB 床，係嘛？原來 BB 床咁舒服嘅。好呀，好，咁你喺度休息下，媽媽唔阻你啦，好冇？家姐放學翻嚟啦！家姐洗嘅手，睇下。係冇錯，家姐翻屋企第一件事洗手，第2件事攬弟弟。弟弟望到邊個啦？係家姐。阿牛。你唔係話打3針咩？係啊，打咗3針。呢度攞咗2針，另外一個1針。另外一邊1針。打完針，體溫高嘅就物理降溫，譬如飲水。哇，打開咗個。幸好按了暫停。個飲管啊，傻豬。物理降溫，貼退熱貼啦，飲水啦，同埋沖個暖水涼。嚟。喂，飲嚟睇下，拍啲素材俾大家睇。快啲啦！如果唔係哥哥姐姐唔知道你識飲水噶，係飲水唔係飲水好似。飲。嗱，個學習杯咧就係咁樣用嘅，飲管擺在最度咧就按一下，係啦，最右啱啦。哎呀，叻豬啊！係，初係咁嘅，冇事嘅，大家係初係會甩啲水出嚟嘅。打完針之後嘅嘟嘟係必須要咁樣先瞓。由 Peter 陪住嘟嘟小睡一下，咁我咧就可以沖個涼，同家姐沖個涼，洗個頭，護個膚，就可以慢慢咁樣做自己嘢。依家咧就到我接力湊弟弟啦，家姐就自己溫習啦 ，Peter 就喺度洗碗時候。啱啱弟弟對住我笑。你笑係媽咪。快啲溫習，快啲溫習，你溫緊啲咩？